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我们去产检，很紧张啊，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呢。今天是阳光明媚，最近好像那个东西又有点厉害了，反反复复，已经整整3年了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，能够一切恢复正常。毕竟如果做了父母，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的学习，未来成才。但是最近几年，小朋友们网课很多都上坏掉了。还有很多应该在学习技能的大学生都是在上网课，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，只能混个文凭。真心的希望可以早一点把这个东西拿掉。还好今天人不是很多，以前对于来医院是很恐惧的，但是这次是怀着希望来的。没有想到这么多人，专家门诊实在是看得太慢了，早知道就挂普通号了。不知道这个普通号和专家号有多大区别，猛然发现这里门上有几个字男士止步，有点不太懂。产检不是老公可以陪在旁边的吗？一会儿只能你自己进去了。已经到饭点了，看个病真不容易啊。9点50到的这里，结果1个小时40分钟还没到我们。检查好了，真的是排队2小时，检查2分钟。下午还要再过来，医生让他要去验血，问了2个比较重要的问题，一个是孕妇能不能看电影，是可以的，还有能不能养狗。然后医生说只要狗洗干净驱虫，那么养狗也是没问题的。聚餐小圆楼，这里的生意一如既往的好，几乎全部坐满了。我崇拜生命里的真诚，喜欢岁月验证过的友情。什么是朋友？真正的朋友一定是希望有福同享，有肉你长。人生如梦，感谢你一直默默地在我身边。